依家別墅即係白菜價喺華發商都後邊，晏晝啊230零萬咧就可以買到個4層半嘅別墅啊！你睇鄰居咧都做好晒花園啦，入住緊噶啦。依家買嘅話咧，仲送2個車位啊！原先呢啲別墅啊要去到400幾500萬一間嘅，依家230萬咧就可以立低啦。上下加埋4層半帶前後嘅花園嘅，後花園咧可以整個假山流水，養下錦鯉啊，養下龜啊，整個涼亭仔，平時喺度飲下茶啊，種下花花草草啊，生活真係好愜意嘅。嗱，4層半嘅空間套內咧，大概有300平方，一家大細住咧都非常之闊綽嘅。逢年過節20-30人嘅親朋好友過嚟咧，都有地方唔會話逼結嘅。咁呢一個位置咧，離華發商都係6-7分鐘嘅車程，嚟港珠澳口岸咧都係15分鐘車程。依家賣緊嘅貨咧就唔多，剩翻低6套啦。可以睇到咧，鄰居咧都喺度裝修緊，準備入住啦。呢啲係現樓嚟嘅，即買咧即收樓，你就可以馬上裝修啦。用珠海市區普通3房嘅價錢咧，你可以喺坦洲呢度咧立低一個4層半嘅大別墅啊，性價比真係好高啊！如果咧對呢個別墅感興趣嘅朋友想花少錢辦大事，住得舒服啲嘅，下方評論區留言別墅，我發詳細資料俾你。